来呀！我要！别走！我不要。 17号，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，叫他过来。 白日梦是心理学的名词，俗语是比喻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研究发现，白日梦是人本能的放松机制，也就是说，白日梦是健康的、安全的，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，更不必有意抑制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请同学们向叶博士提问。这位同学，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有人拿枪追杀我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呢，其实我也做过类似于你这样的梦。我梦到有人在古代拿着一把长剑一直追杀我。其实，这都是根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接触的人、遇到的事而产生的。说白了，这都是你的心理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。接下来，请下一位同学提问。哦，这位女同学吧。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自己给自己做手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看来你应该是一个在学习方面特别努力、特别刻苦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请问，昨天是不是上了一堂解剖课？嗯。那就对了，因为你对你的专业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刻苦，你向往着在你的学习环境中证明你的实力，实践你的专业。这位同学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必然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梦来。不过，这位同学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虽然在学习上用功用心那是必然要有的，但是在学习之余，一定要放松自己，放松你的大脑。来，刘姐，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哎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，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。
这样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，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，来呀！我要，别走！小姐你好，小姐。你好，我叫冯峰。冯峰？啊，我可以叫你小峰吗？嗯。二位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谢谢。请慢用。叶博士，您学识渊博，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。请说。佛教上认为世界上有多维宇宙，您觉得是真的吗？佛教认为，宇宙之外有无数个宇宙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跟佛教的多维宇宙理论不谋而合。那会不会有人从这个空间里穿越到另一个空间里呢？这个我没有验证过。不过我对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直很关注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黑洞，他们在探究黑洞后面到底是什么。甚至还有科学家认为，黑洞就是通向另一个时空的隧道。那您相信吗？相信时空穿越吗？小峰，你很特别，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？叶博士，叫我叶家就好了，这样亲切。叶家。叶哥哥，哎，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跟我爸刚好到附近吃饭，所以就在这附近了。啊，电话。喂，哦，爸，不用了，你别送我了，没事，你别担心了，我待会儿自己回去吧。我在这儿遇到叶哥哥呢，你也知道，很久没跟他见面了。嗯，你不用担心。嗯，没事，拜拜。叶哥哥，你待会儿一定要带我回去啊！我爸有事先走了，师姐也去送他了，所以待会儿你一定要先送我回去。好。这位小姐是谁啊？哦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佳妮，这位是冯峰，小峰，这是林佳妮。佳妮你好。